點解猶大書作者只係話自己係雅各嘅弟兄，但我哋又話佢係耶穌嘅兄弟呢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當時全個耶路撒冷冇人唔認識雅各。呢位雅各係當時耶路撒冷教會嘅第一任領袖、主教，亦係耶穌嘅哥哥。佢有個外號叫駱駝膝頭，形容佢為人極之正直，而且每日都長時間跪喺度祈禱，跪到對膝頭起晒枕，好似駱駝腳咁。我哋有幾個聖經證據可以睇到佢哋嘅關係。一、保羅嘅見證。喺加拉太書1章，保羅提到佢信主3年後返耶路撒冷，當時佢只係見咗2個人，一個係彼得、基法，另一個就係主嘅兄弟雅各。2、教會嘅地位。喺使徒行傳15章嘅耶路撒冷大會，針對外邦人信主嘅爭議，最後係由雅各一取定音，決定唔好難為啲外邦人，只要佢哋尊重基本嘅道德同生命，例如唔好拜偶像，唔好淫亂，仲有要尊重生命，唔好食血或者勒死嘅牲畜。呢個決定係為咗等猶太同外邦信徒可以喺埋一齊，唔會因為食嘢嘅習慣而產生隔閡。3、福音書嘅記載。喺馬太福音同馬可福音都清楚寫明，耶穌有4個兄弟，其中一個名就係猶大。所以當猶大喺自薦信入面話自己係雅各嘅弟兄，當時嘅讀者一聽就知佢就係耶穌嗰位兄弟。佢選擇淡寫，反而顯出佢嘅謙卑，唔想消費耶穌兄弟呢個名銜，而係以雅各呢位受人尊敬嘅長老為榮。